11月20是国际儿童人权日，有民间团体来举办园游会，透过关卡，让囡仔会当讲出家己的想法，嘛让家长来了解囡仔有表达意见的权利。 那个关老爷他说什么东西？天哪！我家出了一只红猫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带囡仔读绘本，讲这只色水特别的鸟的故事。囡仔认为，就算家己参别人无同，也不要紧。不能决定我，因为我有权利呀、大家都有权利。讲故事也参囡仔讨论议题，展现囡仔有表达意见的权利。 这是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举办的儿童人权园游会，今年办到第5届，让大众关注囡仔的人权。那你如果说我不要，或者是我害羞，我说我没有叫人，就会被冠上不礼貌啊，然后不大方啊这些词。那其实像这些词，它其实都隐隐的含着你可能要符合别人的期望，你可能就要委屈自己，或是违反自己的意愿，甚至你不能发声。促进会登记推动儿童人权议题。 希望家长管教囡仔的时，伊莫拍、莫骂、莫威胁、莫声、莫恐吓高大原则，参囡仔平等对话解决问题。有时啊嘛是会大声甲伊讲话，但是阮尽量都是控制甲讲莫有迄拍，也是甲伊骂，甲伊细汉，互大人安尼拍骂起来，你家己嘛是有感觉讲对家己有一寡影响。 促进会讲，囡仔的声量较细，因的人权议题较接互人失注意。要展现儿童人权，促进会望通为儿童表意权开始，让囡仔甲大人有平等对话的空间，以讨论解决问题，代替传统拍互乖、骂互仔的教育方式。记者龚李玉凯台北报道。